镜头转来看国内，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员会咧审国会改革嘅法案，结果民进党团的总调郭建民煞讲出是天公伯啊有目睭发生大地震来阻挡在野强硬推动法案，这款的言论引发争议。虽然郭建民有随出面来回释咧，也是受到国民党也有花莲当地批评。要硬干的时候，但是老天有眼，发生大地震，而回就是老天要救台湾的民主了。5月7日，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员会继续审国会改革，也不过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民的这段发言引起真大风波，引起大家误解以及不舒服。本人在这里郑重的表示道歉，因为那天没有开，后面我们有机会再好好开公听会。整个国会改革，国民党一路强压，不同意就给没收，就给散会掉，这是台湾的民主吗？郭建民下昼回应花莲地震是咱国民众的伤痛，伊当时安尼讲是因为国会改革法一直互国民党打压没收，也不过今麦会当延后处理，有好好开公听会审查机会，所发言无够正确，造成误解，郑重回释咧。也不过这款的讲法犹原引起国民党团的不满。赖清德总统当选人，你看看你的国会党团，你看看你的立法院。你看看你的民进党立委不断的破坏国会的和谐以外，现在竟然把我们的国民、我们的灾民、人民的血泪去啃这种人肉馒头。国民党团总调卜公仪批评民进党是咧客人血馒头，也点名曾总统赖清德，问伊敢是要回释咧？民进党敢是也阁要反对重建条例？消息传回花莲，官府甲在地业者拢表达死亡谴责。不应该拿灾害这件事情作为来开玩笑，或者是借任何理由的一个说法。邀请所有的民进党的立法委员都带着他们服务处的员工来花莲办员工旅游，希望柯总召用这样的方式来赔罪。民进党花莲关机关吴仁顺也普遍回应，虽然郭建民发言是希望国民党达到审查重要议题，这虽然是留意良善，也不过地动对花莲的影响是痛苦和长远。发言一定要细致，才袂互中央全力支持赈灾的补助好意，因为事件双方曲解。记者综合报道。